政府可以在哪一方面提供非常大的帮助，让他们能够快乐启蒙，宝宝百事也努力。西红柿、鸡肉、土豆。天，有空啊！天，有空啊！很多时候就是你通过朋友、亲戚或者家庭，可能他们在这方面有个全面的提供一些意见，聆听你当时的情绪，因为这种所谓的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很难就清晰的去思考。支总指出，近几年遭裁退的员工不只是蓝领工友，更多白领员工因裁员问题向工会求助，以克服难关。支总500名白领会员提出支持。他的心情比较好，影响到很多在生活上的一些难关。你的一些条件啊，一些福利啦，怎样争取啦，也比较棘手复杂。工会在裁员状况下的一些挑战。支总也呼吁白领员工不要等到面对